中意返學，因為可以代表學校打波。老師用唔同嘅方法教我哋，上堂一啲都唔悶。佢哋又會帶我哋走出課室，了解世界。學校裏邊仲可以識到好多好朋友，可以喺呢度度過我哋嘅小學生活，我哋好開心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陳善陽。相信大家曾經喺選美活動或者其他電視節目嗰度認識我，但係今日喺呢度，我個身份就唔係一個藝人，而係一個舊生。冇錯，上水惠州公立學校係我嘅母校。不如等我同大家介紹一下呢一個陪住我成長嘅地方啊！上水惠州公立學校喺1959年創立。由於60年代中一學位少，學校以培養學生有優良品德以及考到中一學位為目標。辦學初期，全校只有12班，經過近10年嘅努力，班數增加到18班。而隨住學生人數不斷增加，學校喺70年代嘅時候多次收購農地去擴建校舍，希望為學生提供一個良好嘅學習環境。1978年，辦學團體上水惠州同鄉會向政府申請接辦一間屋邨小學。到1984年就搬咗入彩園村嘅校舍，呢個時期亦係學校班數最多嘅時候，上下午校加埋共有58班，成為北區最多學生嘅學校。到2008年，上水惠州公立學校再搬入喺天平路嘅呢一間千禧校舍，並且將上下午校合併成為全日制學校。我以前讀書嘅時候都仲係喺彩園村校舍㗎。呢一間千禧校舍大咗又靚咗，我都好羨慕而家嘅小師弟小師妹可以喺呢度讀書啊！但係相信無論校舍搬幾多次都好，呢一度開心融洽嘅氣氛以及老師對學生嘅關懷就一啲都冇變啦。我哋校訓好簡單，係3個字：誠、恕、愛。因為我哋辦學咧，就始終都覺得咧，如果你個德行唔教好佢，咁學業咧都唔方會有幾好噶啦。咁所以係以德行為先嘅，德智體群美咧係一個全人嘅發展。偏廢就有某方面都係唔得。為咗提升學生嘅學習能力，學校因應唔同嘅科目推行多元化課程，務求令學生更加投入學習，準確咁掌握每一科嘅知識。好似中文科以粵語同普通話教授，並且以唔同嘅教學方式培養學生嘅語文能力同埋閱讀興趣。英文科就用各類型嘅活動營造豐富嘅英語環境，增加學生對英語嘅興趣。數學科加入電子學習嘅元素，增加課堂趣味之餘，亦都令學生更易掌握數學嘅獨特思考模式。常識科除咗以專題研習擴闊學生嘅知識層面之外，近年亦都加入唔同嘅 STEM 學習活動。音樂科通過創作、演奏同埋聆聽等等嘅學習，俾學生體驗音樂，加深佢哋對音樂嘅認識。體育科除咗有各式運動項目嘅練習，仲有書本俾學生從知識、技能、態度3方面增強對體育運動嘅認知同埋興趣。視藝科就培養學生基礎嘅藝術知識，以及佢哋視藝嘅創作同評賞能力。各科嘅老師亦會帶學生走出校園，參加同學科有關嘅學習活動，甚至去到香港以外嘅地方交流。學習嘅形式可以話係多姿多彩。我記得小學嘅時候，除咗上堂咧，課前課後嘅生活都好多姿多彩嘅，因為有好多課外活動可以參加啦。好似呢班同學仔咁，而家就做緊一個叫做拼斗設計，除咗可以訓練佢哋耐性之外，仲可以發揮創意啊！除咗課程多元化，學校喺課前、課後或者週末亦都會安排唔同嘅活動，俾學生發展多元智能，包括唔同嘅運動校隊訓練，令學生健康又有活力。再加埋舞蹈、話劇、科學、種植、音樂、
視藝等等嘅興趣班，以及制服團隊，令學生得到全人發展。學習就除咗課堂之外，喺課餘之後一樣可以從中學習嘅。資訊科技嘅發達啦，今日好多滲咗落去電子嘅教學落去啦。希望透過呢啲咁嘅設備咧，能夠引起學生嗰個學習嘅興趣。咁老師方面咧，亦都要進修嘅喎。咁你先就可以將外邊嘅嗰啲所謂新嘅嘢咧，就帶翻學校，以唔同嘅方法去指導我哋嘅小朋友咧。上水惠州公立學校培養學生多元發展嘅成效有幾大？睇下咁多年嚟，學校喺數理學、體育、音樂、中英文朗誦、寫作同視藝等等各類型嘅比賽當中戰績幾彪炳就知啦。喺學界運動會更加係多連冠金獎學校添。What animals are in the story? Can you remember? Lion. 菲菲。為咗加強學生嘅英語能力，學校引入 Space Time 計劃，由本校老師同外籍老師一齊教授1、2年級嘅英語課程。學校亦都引入電子學習，俾學生可以利用學校提供嘅平板電腦，增加學習嘅效益同趣味。學校未來將聚焦 STEM 教育發展，喺相關嘅課堂上面，俾學生利用科學、科技、工程同數學嘅知識同技能，令佢哋掌握創作、探索同解難嘅能力，預備好未來進入社會嘅需要。呢一系列嘅安排都係學校優化教學嘅策略，目的係要持續提升學生嘅學習興趣同效能。小學係一個既重要又寶貴嘅成長學習階段，我好慶幸可以喺上水惠州公立學校讀書，因為呢一度嘅成長日子，為我嘅學業、我嘅人生都打好咗一個基礎。返到嚟母校，見翻校長，見翻老師，都勾起咗好多童年嘅回憶。同時亦都好感激佢哋一直以嚟都默默耕耘，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嘅惠州學生，為各位同學創造多姿多彩嘅校園生活。喺呢一度衷心祝願各位同學有一個美好嘅將來啊！我用心珍惜種樹，我們要